屏东3年1科的东港迎王月底就要来举办，游客上爱去的花鸟市场，长期煞是因为交通违规的问题真严重，互人拢无路通好行。最近警方是加强咧处理，公所嘛有重新来规划停车格，也有改善人行道的设施。另外，也有科技执法，希望会当来改善周边的交通。 今年5月份，屏东乌暗层的季节，东港的街仔路游客甜甜，花鸟市场附近真侪车拢违规停伫咧遐，地势人行道拢互乌多摆占掉咧，简单剩一条细条的通道。东港的花鸟市场长期以来交通就真乱，游客嘛伫咧怨叹。即马镇公所伫咧码头边花鸟市场的4颗链灯有重新画道路的标志甲标线，嘛有增加一寡停车的空间，街仔路看起来 加较整齐，民众嘛拢真赞成这款措施。有设很多停车格嘛，所以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啦。对，就是比较没那么乱，对，比较安全这样。是很亲近啊，就是都很方便。比较空旷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屏东县警察局东港分局今年6月份开始大执法，计共开出710张违规停车的罚单，所落来镇公所实施交通改善措施，比如增加乌多摆的停车格，也搁有伫咧斑马线下底加插青色的底。另外嘛设置科技执法，针对无让过路人甲路边违规停车，按算年底开始就会当规工违规处理。 将持续对华侨市场及东流码头周边强力执行取缔违规，维持交通顺畅，确保用路人安全。3年1科的东港迎王平安祭典就要伫咧9月底起过路，到时人一定吵。东港警方强调，东流码头边啊有虚费收费的停车场、甲立体的停车场，民众千万唔通乌白吵车，影响交通。记者邱朝阳，屏东报道。